经济部宣布讲，本地电价要起7%的华人旅馆甲饭店即马无要起咯。有业者是真肯定，嘛华人其他的产业是认为讲，伫地动了后，大家拢无好过哦，所以认为讲电价应该全部拢先卖起。加入即间伫做华人冰产的工厂，几啊台大型的航箱当伫航棚，加上大型的冷冻库用电，每个月电钱开销是真烧热。 知影经济部针对部分的行业，电钱是无起，业者嘛希望家己会当伫个无起的范围内，包含餐饮业，甚至于一些服务业、零售业都会受影响。因为花莲以观光为主，如果观光不好，其实相关的这些产业也都不会好。花莲石头的工厂嘛真济，光是加工区就有美仑、光华、甲北部三大区。地动了后，包括清运破去的石头，交回时间前期，路袂通就爱线远路的成本拢增加。 不过处理石头这道，这个起电钱算是蛮爱起。事实上都要业者自己来承担啊，然后再加上公路运输的费用哦，这些事实上现在食材业当然是相当的困难。后续衍生成本的大量增加，当然我们会希望电价上面可不可以动涨。花莲旅宿业强调讲，地动了后，大小率平均无甲2成，而且地动发生到大，已经有19间业者收起来，电钱若是无起，对大家来讲，拢会当减少压力。 原本在旅宿业的部分要调涨7%，那经济部呢考量花莲地区在04、03过后，旅宿业的一个住房率呢一直都呈现在比较低迷的状况，所以考量这个情况，给予花莲的旅宿业冻涨。官府呼吁中央4月初3地动了后，加上2届风台扫入来，变来落大雨路都袂通，是大大影响花莲的经济。那敢若针对部分的行业无起电钱，那像无啥公平。 我们当然期望，它能够动涨的层面不只包含观光产业，也包含商业，也包含工业，其实是全面性的。行政院党部办公室强调讲，冰产是属于食品制造业，电钱嘛是伫个无起的范围内。那其他的亲像小食店等等小型的店头，本来就无起。另外，针对用电甲产达水提行业，嘛有起一半或者是无起的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